秦王馬上去統一6國，好快就會喐到我哋。去揾項少龍，寡人只相信你一個人。Really？ 如果唔係你家鄉人猛放過寡人，要發生嘅始終都要發生。放肆！你咪一定要趕盡殺絕。統一天下，豈能毫無代價？我哋為咗你提心吊膽咗10幾年，仲唔夠咩？呢20年嚟，我從來都冇好再阻撓寡人。呢個我唔想翻嚟，我唔知幾想翻去啊！天命最高。咁耐以嚟，你有冇諗過要殺我？有。